那这个同人人啊，我相信啊，每个人嘅心中里，大家要最喜乐，当然啦，要豐包荷德，要相隨恭喜，要相隨喜目下拜年，攏總都要歡喜要快樂嗱。但係我嘅先今日要講出一個菲律賓事，第47第98節，時常節係要喜樂在上帝裡面，嗱，喜樂在上帝裡面，一個喜樂，一個快樂。應頭切合，但係呢，因為這個世間嘅喜樂、世間嘅歡喜、世間嘅快樂，攏總都潛視嘅。嗱，所以嘅經書告訴大家講，喜樂在上帝裡面，係這個喜樂在上帝裡面啊，這個喜樂啊，都在心中獨立出嚟嘅原因嘅。嗱，所以這個在上帝裡面，時常要有喜樂，喜樂嘅人啊，大家嘅心中都要有歡喜有快樂。我嘅聖經嚟講。在這個箴言書17、22節樣講到，心中裏快樂最好嘅藥，嗱係講心中裏冇快樂，自家都冇精神，冇精神嚟講，自家嘅身體都唔健康，所以自家要心中快樂，心中要喜樂，決定於最好嘅藥。嗱，自家心中嘅喜樂，自家嘅面都唔係看到笑，面看到有笑容，所以平通也未唔咩人歸嚟，因為自家心中嘅快樂，自家嘅快樂嘅心，要喜樂嘅心。嗱，我嘅經書講緊唔係錯，嗱，真心歡喜都冇歡喜，真心歡喜意思冇真心嘅人，平通又未嚟，你嚟計嚟，所以自家心中嘅係快樂。所以今日98日係要喜樂嘅心，時常在喜樂在上帝裡面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